壇，許廷鏗，熱鬧樂壇。恭喜許廷鏗先生喺自己生日嘅日子推出自己唱片公司自許紀錄嘅第一張黑膠專輯。多謝家姐，寶竹生日快樂 ！Thank you，多謝。其實對上一次同你做訪問咧，已經預告俾我哋叱咤樂迷聽咧，阿許老闆咧擇咗日㗎啦，係嗰日推出呢一張專輯。而我感受到嘅係成張專輯對佢嚟講個意義好大。點名叫做2021，佢選擇用音樂嘅記錄方式記低屬於自己、屬於大家以及屬於呢個城市嘅2021年。咁陣間咧，我哋就從每一首歌咧，就感受下啊，究竟佢係講緊咩咧？佢想記錄邊一件事咧？或者究竟係佢嘅心路歷程進行過啲乜嘢，所以寫咗呢一首歌咧？全碟咧都係直爺幫你填詞嘅。首先第一樣嘢要記錄2021，而每一年呢都係由1月1號開始嘅。我記得2021嘅1月1號晚，其實你就喺叱咤台上面攞咗男歌手金獎。係，多謝你哋。跟住究竟成年發生咗啲咩事呢？都而家可以講翻嘅，係非常之峰迴同埋路轉嘅成件事。好似你所講咧，由1月1號得到男金呢一個殊榮之後呢，其實我自己都係冇咁嘅預計嘅情況底下呢，就同唱片公司呢就 depart 咗，就分道揚鑣。咁喺嗰個過程底下，其實我自己有好多新嘅學習嘅，因為亦都有諗過話，咁我應唔應該繼續去物色其他唱片公司？因為其實亦都好多謝就係有其他唱片公司都有招手，但係同一時間我就係諗，會唔會一個契機呢？會唔會一個契機去俾自己去嘗試一下？其實喺15年已經開始有萌生過嘅一個念頭，就係去希望去做一間自己公司。但當其時其實我係離開 TVB 去華納嘅時期，我係曾經有呢個念頭出現過，跟住之後但係就得到有一個前輩嘅朋友就同我講話：你未 ready 嘅。我頭先唔想打斷你啦，但係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 message 咧，你好似係第一次講嘅。頭先你都吸一大啖氣，而家好似可以講。係你係喺冇預計嘅情況下同前公司分手嘅。係你意思即係被分手？可以咁講嘅。咁但係同一時間係大家會當下會覺得好得意嘅，因為好似大家都做得好好，大家都攜手住咗一啲成績。咁而家諗翻，其實當其時當然其實係有好多，其實唔係淨係講緊情義上面嘅考量，係好多其實實際上商業上面嘅考量。你收得好密喎，其實你冇講過出嚟。我亦都覺得其實因為大家都有個共識嘅，大家共識知道，其實係一種我哋即係講得籠統啲就叫和平分手啦。咁但係其實係又再講得籠統啲，就係因為了解而分開。但你當時係愕然嘅？有嘅。但係同一時間係因為當其時其實係就係因為男金嘅獎項，大家就會覺得一定係許廷鏗自己好想就自己再開創多一片新嘅天地，所以個感覺係俾人哋會感覺係有啲好突然嘅，好同埋係大家都覺得好啦，既然你有咁嘅志向就咁做啦，甚至係有啲朋友會覺得佢可能係意氣風發，可能係會覺得有種就係佢攞到佢需要嘅嘢就離開啦咁樣。咁但係其實調翻轉，你而家再講翻回望翻，你都有少少窒下。因為好唔知點樣好難去講，因為去到而家呢一刻，我點解去到而家呢一刻先講？因為我去到而家呢一刻，我終於可以好衷心咁樣多謝翻我過去嘅兩間公司。尤其是自己開啟咗自己嘅唱片公司嘅時候，我就發現原來做老闆或者做一間唱片公司真係唔係咁容易。即係我而家手上面揸住嘅呢隻碟，其實我係起雞皮嘅，因為你要知道，當每一件事由可能最大家容易見到嘅張唱片嘅 design 個碟嘅內容，但係其實好多更加微細，可能係版權，可能係攞緊一啲同唔同嘅一啲好 detail， 點樣去同啲出版商去傾，點樣去同可能唔同嘅網上平台去夾一啲 campaign， 其實全部，當你自己一手一腳嘅時候，我都發現原來我曾經都係漠視過嗰種其實需要嘅
精雕同埋細琢咯，去做得一張唱片。好啦，以下嘅時間交俾你同前兩間唱片公司講。我相信佢哋明白嘅，我相信都譬如喺唔同頒獎禮啦，或者甚至其實我同前老闆都係有出嚟食嘢嘅。咁我幾慶幸嘅，即係我過去嘅咁多段，我稱之為關係啦，喺呢個音樂上路嘅呢啲關口，其實去到最尾我都發現，原來我最需要或者我最渴望得到嘅係大家都可以叫做好嚟好去啦。同一時間係其實係一種大家互相相遇相知，其實本身嗰樣嘢已經好靚。因為再講翻再之前一間，其實 Herman 何哲圖係喺一個完全喺我冇預計嘅情況底下，佢真係簽咗我，然後相信咗我係可以做到一個歌手。而呢樣嘢當其時係冇人話俾佢知，亦都冇人話許廷鏗係一個點樣嘅人。佢係靠佢自己嘅目光，靠佢自己嘅眼睛。然後去到華納嘅時候，係好早期已經有 A&R 嘅同事就向我招手話，佢覺得我有啲嘢唔同。咁我就係覺得人生裏邊你遇到唔同嘅伯樂，或者遇到唔同嘅人，去識得欣賞你呢樣嘢本身已經好靚。咁去到事情之後發展好多嘢，其實冇大家諗得咁簡單，亦都不能夠喺三言兩語裏邊盡錄。但係同一時間，我而家呢一刻可以去講翻呢件事嘅原因，係因為我真心覺得係 grateful。即係我喺過去啱啱幾日前嘅頒獎禮，我都覺得係，其實佢哋係曾經真係幫過好多，而我去到而家呢一刻，大家互相點頭嘅時候，其實講緊好多嘢嘅。有冇嘢需要平反或者外間係誤會咗你嘅？你覺得？我諗而家冇啦。我頭先嘅分享都唔係因為想有任何嘅平反，反而調翻轉頭係因為自己做唱片公司就了解翻多好多，所以好似都未好 officially 地會有個機遇可以同佢哋致謝啊。咁啱啱係㗎咯，係 officially 㗎咯。咁即係其實喺2021好多旁人睇，喂，佢個頭開得好靚啊，攞咗個藍金之後，但係背後可能好多嘢就喺呢隻碟入邊啦。你先經歷咗另一個嘅人生旅程，甚至係修行添。冇錯。咁同前唱片公司被解散之後，有冇亂過陣腳啊？絕對有。其實我2021點解要記錄呢？其中一個原因，大家如果計翻條時線呢，就係以許廷鏗嘅作風呢，係冇理由2月即係2月頭已經開始話我自組公司，然後去到10月先出歌嘅。係好，即係以我嘅 pacing 係唔會咁嘅，但係因為確實地係有啲亂陣腳，同埋有一啲部分欲速則不達啊，好想好急。我覺得自己比較叻啲嘅係我嘅 efficiency 喺做音樂上邊嘅，即係呢隻碟入邊嘅內容咧，我諗我喺8月度已經完成噶啦個大浪。咁但係點解去到10月先派第一隻嘅佛系人生咧？其實坦白講咧，我曾經真係有諗過2021可能出唔到歌嘅，因為真係唔識啊好多嘢，然後唔知咩先係一個啱嘅起步點，咩先係啱嘅時機，直至去到10月，我真係覺得我有一個諗法就係，如果我喺2021出唔到一隻屬於我自己品牌旗下嘅一隻歌曲嘅話咧，我覺得會棘 even for 2022都會棘。咁我就鐵定咗喺10月4號呢一日就好啦，真係去將《佛系人生》呢一隻歌就變成我嘅第一主打咁樣，咁就之後就形成咗有派台啦。咁好多人可能唔明呢一年尾先派歌，但係我覺得嗰個作用其實唔係要用嚟追擊頒獎禮，而係其實係俾我自己一個心安，去令到我喺2022可以有信心喺 OK， 我就鐵定啦，4月29號就出呢一張嘅黑膠唱片咁。暫時聽到呢，其實呢一張專輯或者呢一個嘅音樂記錄呢，都係陪住自己點樣過亂陣腳嗰個日子喎。喺嗰段時間會唔會都揾啲朋友，例如請教下直爺，喂，我應該喺呢個時候我發生緊咩事呢？甚至點點滴滴係點樣嘅？你都講得好啱，其實佢從來都係我嘅一個mentor， 係一個導師啊，人生導師啊。我哋傾嘅嘢從來都唔係真係好 specifically 講音樂或者咩，我哋講談天說地飲飲食食。但係同一時間，佢係好多時候都會俾到一啲好不着跡地俾咗一啲 insight 俾我嘅。咁但係2021遇上咗一個問題，就係疫情。然後佢身在台灣啦，咁我哋就冇機會真係
面對面咁係啦樣面對面咁。食住壽司啊，飲住茶品茗咁樣傾啦。咁確實係會爭啲嘅，縱然我哋可能有陣時係 FaceTime，有陣時可能係傾電話，係講緊係以幾粒鐘計嘅，但係同一時間係有一種好微妙嘅，我唔可以稱之為隔膜，但係同一時間係有一種距離感。咁而當其時我選擇嘅方法呢，係而家諗翻都幾自虐嘅，真係去接納咗有啲嘢原來就係咁咯。即係譬如我真係有不安嘅，或者我真係原來有啲嘢真係唔識嘅。縱然我去到幕前，可能有好多唔同，我出席活動，因為你知道上年我都有好多唔同活動啊，又造星啊，又成。喺嗰啲活動，可能記者問到我嘅時候，我都仍然要喺一個姿態就係，我好知道我做緊啲咩，放心大家等我嘅音樂。但係其實同一時間內心係有一 part 咧，係仍然都會覺得，點算呢？點出呢？幾時出到呢？係咪真係出到呢？咁又要冚住呢一種不安，唔想俾外邊嘅人知道。因為嗰種不安唔開胃嘅。即係其實係會令到人哋會覺得點解你明明即係尤其是嗰陣時個大家嘅前設就係許廷鏗好知道自己需要啲咩，所以去開啟唱片公司。但係同一時間，當我 present 緊嘅原來係一個不安同埋一個不穩定性嘅話，我覺得會同我做緊嘅有啲出入。咁而我將嗰一個部分，嗰一個所謂我不明朗啲嗰一 part 呢，其實就係記錄咗、灌錄咗喺呢一張唱片入邊咯。夕爺呢，佢有冇邊一啲說話係開啟咗你，令你個心都定啲嘅？你知佢每一句說話都係智慧嚟噶嘛？最深印象係咩呢？喺呢個過程入邊，我諗佢係寫咗喺一份歌詞裏邊，就係修羅場其中有一句，哇哦，不安也是正常。係佢真係好直白地寫咗出嚟。咁而其實我哋喺溝通裏邊呢，我曾經有個 moment 我係覺得好感動嘅，係夕爺喺呢一個 process。因為我邀請佢包碟成隻碟揾佢寫嘅時候，其實佢好不着跡地俾咗兩個字我，佢就寫咗感激呢兩個字俾我。咁在於我嘅立場，其實得到夕爺歌詞係我嘅榮幸，但係同一時間，原來喺平行時空裏邊，夕爺可能有呢一個，其實可能喺佢嘅世界，我容許我咁講，可能係一個機會去俾佢抒發。俾佢去頭先嗰部分嘅訪問呢，雖然我覺得有少少沉重嘅，但係我好感激嘅。Alfred 好真咁樣對我哋叱咤樂迷嘅，即係將咁底層嘅嘢話俾大家聽，希望大家感受得到，亦都係開啟咗大家點樣去聽呢一張黑膠碟嘅方向。係佢真係攞晒挖空地，佢2020經歷過嘅，甚至其實唔止佢，好多朋友都經歷緊某一啲嘅不安啦。或者係唔知下一步係點嘅情況嘅，所以就係記錄屬於佢，亦都屬於大家同埋呢個城市嘅2021。雖然係2022先推出㗎，成個過程入邊咧，佢玩咗一樣嘢咧，我覺得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因為都係一個過程學習嚟嘅。因為 Bonnie 同我講咧，哇！我哋玩呢個 IG 嘅時候咧，即係 IG 砌圖啦，我形容為嚇。咁咧，你出碟嘅時候咧，就邀請大家做啲乜嘢，而過程當中其實係有啲新發現嘅。係，你將成件事話俾大家聽啦。嗱，呢啲就係自組公司嘅開心啦，係咪？嗰啲 marketing 點做啊，或者玩啲咩啊，自己話事。成件事係點樣諗出嚟㗎？其實個源頭係玩自己先嘅，因為係我哋。因為我哋就有個唔同嘅編號編碼啦，咁你得到呢一隻咧就係0003，即係佢印嘅第3隻嚟嘅。咁第一隻我自己 keep 咗嘅，因為第二隻唔講係邊個？第二隻就我就出去俾大家去選購啊！多謝。係咁啊，因為其實對於我嚟講咧，每一個 coding 咧，其實佢如果你愣住落咧，就係20210003。咁有一啲號碼，因為我會出1231隻，即係對應翻12月31號2021嘅每一日。咁所以其實有啲號碼咧，會係一啲特別嘅日子嚟嘅。即係譬如我嘅生日就會係20210429，呢隻又係我 keep 咗嘅。咁而喺呢一個過程底下，我就發現，咦，原來呢個 coding 唔係淨係講緊隻碟嘅編碼，而係其實佢加埋前面呢一個碟名2021，其實佢係一個日子嚟。咁我就不如就話啊，既然就係咁，我就做一個 campaign 啦。我就同我個團隊去講話，不如我哋出366張嘅相喺我哋嘅 IG 度，我哋嘅唱片公司 IG， 然後就希望大家係去留言。個目標係咩咧？其實有一樣嘢係最想去 avoid 嘅，就係黃牛。
炒價，大家真係要去捱呢個炒價，或者可能因為有啲號碼係比較特別啲嘅，咁、大家就如果我唔做呢個活動，可能大家就一得唔到自己最想要嘅號碼，二可能就係要捱一啲炒價。OK，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我哋就做咗呢個 campaign。咁而原意係比較即係喺商業嘅考慮，但係點知當做咗呢件事嘅時候呢，有好多好內心嘅一啲感動出現咗嘅。即係譬如有啲朋友佢哋講翻自己，譬如呢一個日子對佢嚟講有啲咩意義。咁有啲係可能佢嘅生日，有啲可能係佢親人離開嘅日子，有啲可能係佢哋嘅結婚紀念日。即係啱啱2021年係佢哋結婚幾多週年咁樣。咁我就發現有好多呢啲其實好moment 啦，係啊，同埋其實係我一直以嚟，可能我係 IG 同人哋有甚至 DM 過嘅，有 message 過，但係原來我唔知道佢底蘊裏邊有呢啲事情。亦都最感動嘅係有啲原來係同我啲歌有關，或者同我一直以嚟我嘅 career 幫咗佢一啲嘢。原來嗰個日子係對佢嚟講係有關係。譬如可能係有一個歌迷第一次出活動見我嗰一日就係呢一日咁樣。咁我中間就發現咗好多呢一啲嘅平時大家會喺網上面世界會比較少流露啲嘅一啲真實嘅感情。好似靠住呢一張碟呢，你首先就敞開自己嘅心扉，挖通咗，話俾大家聽你呢一年經歷過啲乜嘢，甚至修行咗一啲乜嘢。跟住你收翻嚟嘅呢，就係人哋都好真實地話俾你聽，佢哋感受緊佢哋嘅 moment 係乜嘢。感動喎呢單嘢。我估唔到咁感動。聽日呢，我哋就逐首歌就揭開究竟2021許廷鏗嘅學習係乜嘢啦。